Hello，大家好，我準備咗3條片咧，去同大家分析下平時我會點樣插一個直生式嘅小花園。今次第一條片咧，我會教大家用一個高中矮嘅基本插花法。咁我哋就開始啦。咁首先要插出一個最自然嘅春枝花小花園咧，我會用到瑪格麗特，又叫做木春菊呢一個花做基本示範嘅。首先咧，我哋會將瑪格麗特剪成唔同嘅長度啦，最主要咧有高、中、矮3個嘅高度。咁其實點解要剪到唔同嘅高度呢？其實就係要模仿翻植物嘅生長模式，同埋生長嘅速度咧都唔一樣。咁首先咧，我會插咗最矮嗰支先，然之後咧中間高度嗰支咧就將佢擺喺左手邊，咁到最高嗰支咧就會擺喺2支嘅中間。咁所以咧你見到瑪格麗特咧都會分佈喺唔同嘅角落，咁個感覺上咧好似好隨性咁樣分佈，但係實際上咧佢都有一個潛規則嘅，就係有高、中、矮3個嘅高度喺入邊嘅。咁如果你想學習更加多嘅嘢咧，就可以嚟到我哋5月份嘅課程，或者咧可以留意下一條片啦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。